萧楚河，再不现身，你的这群朋友就要先你一步去了。你终于舍得现身了吗？你疯了吗？就你现在的身体，怎么对抗那铁琉璃？我去！看后面，你们都无法抽身，现在能救获朕的只有我了。萧瑟，赶回来！哼，怎么，你一个废人还想来破阵不成？我正要去杀你，你倒是竟主动来送死！萧瑟说的没错，那笛声才是关键。萧楚河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暗河为了杀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这琉璃岛就是你的埋骨之地。站住他半炷香已是极限了，不过已经足够了。大师兄！